世界盃球例大改變，今年美加墨世界盃將會係我哋從未見過嘅世界盃，而且大部分地方都唔係往好嘅方向發展。今屆有好多新嘢，除咗門票係歷年最貴之外，主辦國嘅數量、球隊數量到回合嘅數量都有改變，但可能會係令人燥底嘅一屆，因為 FIFA 推行咗幾項有爭議嘅新球例，由換人、受傷到講嘢嘅小動作都會嚴格嚴懲。而家我即刻為大家拆解呢啲改動可能令球迷、球員都集體崩潰嘅世界盃。第一個規矩，球員如果喺講嘢嗰陣遮住個嘴，可能會被趕出場。如果球員俾人種族歧視之後做出交叉手勢，球證會即刻吹停比賽處理。好明顯引入呢條規則係因為皇馬對賓菲加嘅歐聯比賽，赫斯迪安尼疑似歧視雲尼斯奧斯嗰單嘢。當時雲尼斯奧斯向球證投訴依位賓菲加球員種族歧視佢，話佢講咗一句葡萄牙文嘅馬騮，但係賽會核實唔到底迪安尼講咗啲咩，因為當時佢喺講嘅時候遮住咗個嘴。所以 FIFA 修例球員喺今年世界盃講嘢嗰陣，絕對唔可以用手臂或者波衫遮住個嘴。先唔講雲尼斯奧斯真係好乞人憎先，我理解對種族歧視問題係需要做出一啲措施去預防，但今次唔准遮住個嘴，俾我個感覺上治標唔治本。球員遮住嘴講嘢已經有一段長時間，有啲球員甚至同自己隊友傾偈都會咁做。有球員咁做係為咗唔好泄露戰術，有球員唔想俾讀唇專家讀到佢哋講咩，從而俾傳媒放大做新聞。好多球員咁做係因為依個動作已經變成咗習慣，係潛意識下發生。而我覺得雲尼斯奧斯成日俾人歧視嘅原因係佢成日撩事鬥非，其實大部分情況都係球迷對球員做出歧視行為。咁係咪應該先教育下球員嘅行為先，同教育下球迷呢？例如 set 啲罰則，如果球迷對球員做種族歧視嘅行為，判佢終身禁止入場，或者需要受刑事責任呢？咁樣我覺得仲有效啦。反而你突然同所有球員停止一啲佢哋潛意識嘅習慣，如果唔係就要食紅牌停賽，呢個做法實在太嚴厲啦。而且紅牌喺世界盃呢種咁短暫刺激嘅賽事入面，後果可以非常之大。想象一下，入到淘汰賽階段，一個球員因為遮住個嘴講嘢被趕出場，可能就係因為咁而搞到球隊出局。第二，今年世界盃每場比賽嘅大約第22分鐘同第67分鐘將會設有強制性嘅飲水時間，我係支持嘅。美國天氣好熱啊嘛，但我明白有部分球迷係反感呢個決定，因為會打斷咗比賽嘅節奏流暢性。FIFA 話呢個決定係關乎球員嘅福祉，但我哋大家都知個真相係咩？就係基本上係嘗試將足球呢項運動美式化、商業化，去賺多啲錢。咁佢哋而家將比賽分成4節，一飲就飲足3分鐘。我知方便賣多啲廣告賺錢，但以前 water break 畫面都仲會 stay 係比賽畫面，但今次直接轉去睇廣告真係好唔慣，唯有隻可以硬食，無奈接受。但講真，飲水時間都可以睇到好多嘢，例如教練同球員點交流。睇開英超，你會見哥迪奧拿趁呢個 break，成日捉住一班球員指指點點，從中你可以知道教練對邊位球員表現不滿。但今次世界盃就 skip 晒，直接去廣告時間。呢點都係我唔中意睇 NBA 嘅原因之一，就係比賽太多停頓位，一 time out 就播廣告，成日停，真係睇到我好燥底。我可以預期今屆世界盃有好多停頓位，有飲水時間啦，有 VAR 複核時間，球員受傷、球員拖時間，我哋作為球迷就只可以接受。而下一個改變係一個可能只有喺發生喺你支持嘅球隊身上嗰陣先會令你嬲嘅改動。我講緊嘅係5秒重新開波規則。如果球證覺得一個球員喺界外球或者踢龍門球嗰陣用咗太耐時間，佢就會用手指開始5秒倒數。之後如果個波依然未進入場區，控球權就會交俾對手。如果係界外球，界外球會判給另一隊，但如果係龍門球，對手將會獲判一個角球。講真，呢個似乎係一條好合理嘅規則，去打擊拖延時間。當球隊領先緊嘅時候，球員往往會透過開龍門球角球，用好多時間嚟拖時間。你睇下，今年阿仙奴開角球用咗幾耐時間？賓福特界外球嗰時，淨係用毛巾抹個波都唔知用咗幾多時間啊！其實我對呢條規則係支持嘅。我哋歐聯決賽見過類似嘅情況，
當時球證推翻咗阿仙奴嘅角球，並吹響半場完嘅哨聲，因為佢覺得阿仙奴用咗太耐時間去重新開波。當時阿仙奴球員係對球證投訴。另一個會令呢條球例變到非常乞人憎嘅原因係，如果球證執法缺乏一致性，好似呢類規則往往好難喺各個球證之間嚴格統一執行。有啲球證會好嚴格，而有啲會比較寬鬆。呢種不一致可能會令球迷反感。而另一個被引入用嚟打擊拖延時間嘅改變就係10秒換人規則。當換人板 show 咗邊一位球員被換走之後，換出球員一定要喺10秒之內離開球場。如果佢哋喺10秒之後仲未離場，換入球員需要喺場邊等1分鐘先可以入場。如果兩位球員同時遲出場，咁球隊就會喺1分鐘內少打2個人。好似上一個規則一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受歡迎嘅改變。教練往往會將換人視作為一種戰術，用嚟打斷對手嘅勢頭同拖時間。相信今次修例可以真正減少球員拖時間嘅。呢個做法喺美職聯已經用咗一段時間，期間暫時冇發生任何問題。但我可以好肯定，當有球隊成為改例後第一位受害者，一定會引好多投訴。特別係如果呢個情況發生喺比賽嘅關鍵時間。不過接下嚟我想講呢個規矩就 over 咗啦。正如我哋所知，受傷球員喺接受治療之後係需要暫時出場邊，開波之後等球證示意先可以入返場。咁呢個唔係咩新鮮事，但你知道喺呢個世界盃有咩改動先？受傷球員一定要喺球場外等1分鐘之後先可以入返場比賽。我覺得呢條球例真係 over 咗啦。冇錯，有部分球員會扮受傷拖時間，但大部分情況需要醫療團隊入場嘅傷都係真嘅。咁點解球員要因為喺比賽中受傷而受到懲罰？真係需要停1分鐘咁長時間？1分鐘喺足球入面可以發生好多事。你想象一下，如果決賽補時階段，一位球員受傷需要接受治療，佢嘅球隊將會需要喺整1分鐘打少1個。如果佢哋喺呢段期間失波，輸埋場波，你覺得大家嘅反應會係點？我覺得呢條規例係唔應該存在。如果有球員真係受傷，但如果佢唔想拖累球隊，唔想球隊打少1個，唔去接受軍醫治療，咁樣係會加重佢嘅傷勢。所以依條例嘅弊處遠遠超過好處。如果真係堅持立依條例，最起碼呢個時間應該要縮短。其實20秒就已經好夠，1分鐘簡直係做得太過分啦。最後一個變動就係 VAR 喺呢個世界盃將會負起更多責任，除咗覆查、入球、越位同埋紅牌，而家會去覆查埋判錯嘅角球、第2面黃牌，同埋喺比賽重新開始之前發生嘅進攻犯規。雖然呢啲額外嘅覆查可能真係會幫到球證做出最正確嘅判斷，但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就係咩都會 check 一餐。比賽嘅停頓時間會較多，而喺之前 VAR 複核只可以喺涉及入球、直接紅牌、12碼同認錯人嗰陣先可以介入，而且就喺介入範圍咁有限嘅情況下，球迷都已經鬧緊複查，用咗太耐時間，同埋呢個做法點樣剝奪咗呢項運動嘅樂趣。球員、球迷最唔爽嘅就係而家成日入完波唔可以盡情慶祝。隨住有更多情況俾 VAR 介入，身為球迷嘅你點睇呢？最後呢條例可能會令塞內加爾球員、球迷特別唔高興，因為呢條例係為咗佢哋引入嘅。大家仲記唔記得今年1月嘅非洲國家盃塞內加爾對摩洛哥個1場決賽？當時塞內加爾因為不滿球證嘅判決，成隊集體行出球場罷賽抗議，令到賽事暫停咗好耐。雖然場波係塞內加爾贏咗，國際足協改判翻係摩洛哥贏。任何球員如果喺比賽進行緊因為抗議而罷踢，會被紅牌趕出場。任何教練或職員如果叫球員離開球場，都會被趕出場。好明顯，國際足協唔想同類事件再發生，所以引入咗呢條規則。而我就部分同意啦。始終球迷真金白銀買飛入場，點會想比賽會暫停，甚至出現罷踢嘅情況呢？但係歸根究底，國際足協都要提升下球證嘅執法水平咯。如果唔係近年球證水平越嚟越差，又點會發生呢啲事呢？修例冇問題，但係麻煩都要提升球證執法質素啊！以上就係世界盃修例懶人包，你又點睇今次最新嘅球例？覺得係好事定壞事？你又覺得邊條例最無用？歡迎留言話我知。如果鍾意頻道製作，歡迎你訂閱、like、share。我哋下條片再見。